我要跟全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来报告一个公案。这个公案呢，在很多书籍上面都有记载。这个是修武法师的往生记。为什么我们特别提出来鼓励大家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砖瓦匠出身的，算是比较没有学问的人。但是因为他一心念佛，结果最后他成就了。证明了佛的慈悲完全没有去分别，不会故意去挑选什么对象，不会。所以佛啊，大慈大悲，大愿大力。这一位修武法师非常了不起。我今天转述给所有的莲友们，大家互相来鼓励。修武法师他是营口人。他是砌砖瓦的师傅，生活环境不好，做工非常辛苦啊，因此他感到这个世间上只有苦啊，没有乐。他经常想说，怎么样能够跳出这个苦海的方法。后来听人家说念佛很好，于是他就发心要长时间的念佛。出家以后，他正式听闻佛法，念佛的心日益恳切啊，越来越诚心啊，也劝大家要念佛。1929年呢，谭西大师啊，他在哈尔滨极乐寺当住持，他请地显老和尚来传戒。有一天，外寮有一位师父来找谭西大师，说从营口来了这么一位修武师，预备发心在戒期期间来行苦行，愿意发心侍候病人。因为传戒嘛，有那么多远地方来的法师们，大家共聚一堂，可能有一些人在受戒期间会生病，所以他说我发心来侍候病人。哎呀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这个时候，极乐寺监院定西法师在外寮找一间房间给他住，那么住了10几天呢，突然间修武法师又来找谭西大师说：“我要走了。”定西法师在旁边就说：“哎，你不是发心来侍候病人了吗？为什么才刚住10几天就要走了呢？太没有恒心了吧！”修武师就说了：“我不是往别处走啊，我是要往生啊，请监院师你慈悲给我预备几百斤的劈柴，我死后可以焚化用的，谢谢你。”定西法师就问他：“那你几时走啊？”修武师说：“大概10天以内吧。”说完之后，他就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了。第二天，他又来了，找定西法师说了，给法师告假：“我今天就要走了嘞，请给我找一间房，再找几个人来念佛送我吧，谢谢。”定西法师在公墓院内打扫出来一间房，就找几块铺板搭一个铺，又到外寮找几位师父去念佛送他。在他往生之前，送他的人就说：“修武法师啊，你今天要往生佛国了，临走也应该做几句诗或者是几句偈子，给我们留个纪念，好不好啊？”修武法师说：“哎呀，很惭愧，我做苦工出身的，生来就很笨啊，不会作诗，也不会做句子。不过我有一句经验的话，可以告诉诸位。就是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。”大家听他说这个话以后，觉得很踏实，于是大家就齐声念佛了。修武法师面向西加趺坐，跟着一同念佛，念不到1刻钟的功夫，他就往生了。常住临时给他打了一口做龛，到了晚上呢，装龛里面。虽然天气很热，其面目清秀异常啊，身上一点臭味，一只苍蝇都没有。大家都争相去看了之后，叹为稀有啊，太难得了，太难得了。之后用木材把它架起来，就拿起火把焚化掉，红火白烟，一点异味也没有，非常吉祥，非常顺利的往生西方净土。各位啊，一个砖瓦匠，他没有受高等教育啊，没有学问呢，他只是老实念佛。你看佛这么慈悲，不嫌弃他，不分别他，
一心救度念佛的对象。今天他能顺顺利利的得到阿弥陀佛的引渡到西方净土，能够花开见佛，功德无量啊！你看，能够造就一个人到西方，就成就一个人去成佛了，何乐而不为啊？太欢喜了，为他深深的祝福啊！由此可证明呢，阿弥陀佛的大悲大愿，用成就之后的名号来救度一切苦海的众生呢。我们众生不要再飘荡了，不要再延误时间了，不要再懈怠，不要再辜负自己了。你应当要谨记在心，只有信愿念佛，绝对相信，我不怀疑，我愿意到极乐世界，我愿意去。善导大师有一句话：莫论弥陀摄不摄啊！不要去讨论阿弥陀佛到底救还是不救，意在专心回不回。重点是在你到底回不回去极乐世界，愿不愿意去啦？但要回心决定向，只要你回心已经决定了往这个方向迈进，那么临终弥陀自来迎啊！临终弥陀自然来接引你。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啊，他讲出这句话，原来你要去的心一定要很真切，要很迫切，要非常真实的。很多人还在拼命的留恋呢，我要活多久啊？我能够活得漂漂亮亮的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世间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啊，都是假象啊。哪样是你的啊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！来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死后何曾在手中啊？哪样东西能在你手上？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以修无法师做我们的榜样。虽然他程度不高，但是他念佛很专注，很诚心，结果感应道交，最后要走的时候这么吉祥，让人很佩服，很赞叹。我们大家应该好好的一心来念佛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